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续约。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我们在春节的第一个礼拜能够弟兄姐妹能够一同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你，能够来彰显你的名。我们将聚会的时间从头末了都交托于主，愿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歌敬拜，我们一同翻开心灵粮食选44首，圣哉圣哉圣哉。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起应文在诗篇138篇，旧约的663页。诗篇的138篇，第1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为欧洲国家英国祷告，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宗教区教会祷告，台中卫理堂林云君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儿童及青年放寒假期间生活休息活动的安排，可以得着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用主祷文结束这段祷告，请。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贺兆鼎弟兄。
经课第一处在以赛亚书6章1到8节，旧约圣经741页。以赛亚书6章1到8节，旧约741页。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4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中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经课第二处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新约圣经191页。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新约圣经191页。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以上是今日的经课。读经由我来攻读，在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诗班献诗，曲目是《美哉我救主》。谢谢诗班。正道题目是人生不再一样，我们请蔡文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过年后的第1个礼拜天，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那现在还是在过年的当中，虽然我们不方便站起来彼此的这样的问安跟这个问候，但是请跟你的隔壁的
这个弟兄姐妹问候一下啊，我们的新春愉快，新春快乐！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彼此的蒙恩跟平安。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我相信今天进来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拿到红包哈？这个我相信今天应该大家进来的时候，有我们在招待的地方有给大家这个红包袋。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金句卡。那我们期待今年，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从这个金句卡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话语，得到支持跟帮助。那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好像刮刮卡一样，好像在刮说今年这个上帝要对我说什么话，所以好像这就是代表我今年的所有的祝福都在这里面，不是只有这样哈。我们期待透过今天这个话语，不管是鼓励你的，或者是要调整改变你的想法的，或者是要对你有一些提醒的，或者是对你有一些祝福的言语，都是对我们的帮助。期待我们每一天都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每一天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上帝的话引导我们、指引我们。当我们抽到的金句卡，如果是要教导我们或是指导我们的，让我们也虚心的接受上帝的话语的引导。如果是祝福的，我们也期待这个祝福不单临到我们的身上，也祝福在其他人的身上。愿上帝祝福我们。那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昨天才刚开工哈，昨天是初五开工的时候。那这个开工的时候，这个就有人到公司里面去这个上班开工了，然后这个公司的老板就发给每一个员工一个人有这个红包，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这个发个红包，然后给大家，然后每一个人呢打开来，哇，每个人里面手上都是2000块钱的这个大钞，非常好，大家都好喜欢。然后唯独有一个年轻人，他抽起来的时候，居然是老板的这个签名照。然后老板的签名照，他说：“今天我怎么这么衰？这个是明谢惠顾是吗？”所以他就拿起来之后就把它撕掉了。结果后来老板说：“哎，刚刚是谁拿到我的签名照？哈，等一下来我这边领2万块钱。”各位，2万块就这样不见了哈。但是呢，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提醒，就是有时候做事情千万不要太冲动。虽然你可能拿到老板的签名照，但是有可能那个是更好的礼物。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过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希望要领到年终奖金。当然，也许有奖金，也有这个像刚刚讲的，也许可能是开工的时候的奖金。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奖金，我们是不是会先想到，我们先用感恩的心回馈给上帝，然后来做好的管家。我所以用感恩的心是，我们能够将感谢归荣耀给上帝，并且能够把我们所获得的金钱能够做好的使用，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能够将这些金钱做好的利用。最近跟师母，因为我们都没有出去，我们大概都是在家里面这个生活，然后偶尔会去文化中心去散步运动一下，因为疫情还是比较这个严峻，所以我们都没有出去。但是在新闻当中，我看到一个让我觉得很惊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当然也不算惊讶。如果各位有看过民间信仰或是民间信仰背景的人，就会知道有一些庙宇或公庙，他们会借给一些的他们的信众，会有所谓叫做钱母这种东西。那借钱母是用来做什么？借钱母就是希望说拿到这个神明的祝福之后，他能够赚了大钱，然后赚了大钱之后，他能够把这个钱再回馈、再还给这个宫庙里面的这个神明。那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是，这些民间信仰的人，或是我们说这些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上帝的人，他们尚且都会知道说 ，OK， 我跟这个神明借了东西，然后我就要还给这个神明去，好像一个还愿或者是一个报恩。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包括我们从上帝那里得着能够工作的这样的得获财的能力跟智慧，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说，我需要去感谢我的上帝，或者是把这些的
荣耀归给我的上帝。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拿了，但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各位知道，常常有很多东西叫做公用的，就是不用还的，或是公用的，就是好像就是据为己有的，公用的就是我自己的。很多人没有去想过说，能够从这里取用，并且要还在这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祝福跟恩典。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能够回馈在需要的地方，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不单我们自己需要，也给别人有这样的需要。所以上次跟各位提到，犹太人他们对财富的观点，不单是只有金钱的部分，包括你要从这个人脉的地方，也是你的财富的部分；包括你的智慧，人生的智慧也是你的财富；包括你的技术，你所学到的技巧、技术，这些都是你的财富。所以千万不要只有把你的财富当作只有金钱。当你拥有这些财富的时候，从上帝那里来的，能不能够把它能够来回给上帝，或是让上帝能够继续把我们所得着的，能够继续再使用，使人得帮助。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先感恩，然后来做上帝的好管家，把上帝给我们的一切能够做好的使用。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接下来牧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读书的当中都有读过这个希腊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东西，叫做哲学。那我要请问大家一下，有没有谁知道希腊的哲学之父是谁？好，非常好。有人说亚里士多德，还有呢？苏格拉底，非常好。还有呢？有没有谁知道希腊的哲学之父是谁？我们刚刚已经有好几个答案了，有苏格拉底，有亚里士多德有人说是柏拉图。各位，其实真正的希腊哲学之父是这个人，叫做泰利斯好，这个人名不见经传，对不对？但是这个人他所提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有人继续在使用，而且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这个人他提出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你自己。听得懂意思吗？泰利斯这个人他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叫做认识你自己。好，所以认识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能够认识自己，能够了解自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很多人虽然可以了解别人，很多人看事情很透彻，他很容易去看懂别人，但是他看不懂自己。所以人生当中最困难的事情是认识你自己。好，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上一些心理学的一些的课程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周哈里窗。那个周哈里窗在讲有4个格子，4个格子里面代表什么？4个格子就是别人看到的你跟自己看到的你。好，所以我们也常常会有很多东西叫做别人认识的我，还有自己认识的我，这个可能是第一个格子。然后第二个格子是别人认识的我跟我不认识的我。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自己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别人看得到。那第三个叫做什么？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知道我是谁，但是别人不知道的我。好，那第4个就是别人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认识的自己只是1/4或顶多1/2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必须要透过别人，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事情，我们才可以对自己做一些的自我的认识跟了解。好，所以今天跟今天的经文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这个主人翁叫做西门。好，那为什么要特别讲他叫西门？各位，西门其实是耶稣12个门徒里面当中的那个班长，12个学生里面那个常常会讲话、会带头的那个人，那个人叫做彼得。我们说他叫彼得，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第3节的地方里面发生一个事情。耶稣其实在我们往路加福音前面到第4章的时候，耶稣常常会到各个会堂去讲道。但是耶稣不是只有在会堂讲道，耶稣不是只有在礼拜堂讲道，耶稣也常常去到很多地方去布道，包括去这个海边，去到很多一些工人或者是一些这个渔夫在的地方，他也在那里布道。
所以耶稣今天去到哪个地方布道？他在格尼撒勒湖的这个附近的地方。格尼撒勒湖在哪里？格尼撒勒湖其实就是现在的叫做加利利海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名称不一样，但是其实它都指着同样的一个地区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讲的巴勒斯坦，其实他们又叫做以色列地，或是叫做迦南地，这个其实就是指的同样的一个地方。加利利湖或是加利利海，或者是我们讲格尼撒勒湖，其实它也是同样的一个地方。好，所以耶稣今天去到格尼撒勒湖那边去布道、去讲道。那他去讲道的时候，各位知道，人多的时候讲道是很不方便的。所以耶稣用谁的地方，用哪个地方来当做他的讲台？用西门的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一起念来。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我们今年希望可以能够顺利去马祖，可以去探宣，但是如果不行的话，求上帝也怜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一些照片里面去凭吊一下，或者是去看一下，有一些东西是跟我们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当然，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的人是曾经在渔港或是渔村里面长大的，或者是有的像澎湖也是有些比较属于有这个叫做小港或者是海港的地区的住民的话，应该都会很清楚知道，以前早期在海边的这些住海边的这些人，他们其实要有渔船才叫做家里是富有的人。如果你没有渔船的话，通常就是家里是就比较贫穷的家庭，就没有船。所以有船的人是有生活条件的，有生活的这个工具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在马祖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因为它也是高山地区多，所以海岸边其实是有沙滩，但是旁边都是沿岸。所以如果船抓了鱼进来之后，在海上还没有进来之前，在海上渔夫通常会往岸边去大喊说鱼已经回来了，要请这个家人要出来要收鱼。所以他们在海上大喊的时候，岸边的人都会听得到，因为那个沿岸的地方会形成共鸣，所以形成共鸣的时候，他们就会听到这个在海上的那个人的讲话。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在船上？因为那个是一个绝佳的地点。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不用像我们现在用麦克风，他可以用地形的这样的环境，能够形成共鸣的情况，以至于让听的人可以在那边听得到耶稣的讲道。耶稣在那里讲道完之后，并不是只有停留在那里。耶稣在讲道完之后，他继续使用西门的小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西门彼得跟随了耶稣，他马上就放下了他的渔网，马上就放下了他的谋生工具，就跟随耶稣了。其实并没有。如果按照圣经里面的脉络，虽然耶稣呼召过彼得，但是彼得只是认识这个拉比，但是他还没有愿意跟随这个拉比，他只是在他的工作当中，把打鱼当成是他的正业，跟随耶稣、跟随上帝的事情是副业，所以有空的时候再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真正他要做的工作是，他是一个渔夫，他必须要谋生，他必须要工作。好，那发生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今天的圣经里面，耶稣讲道讲完了之后，然后他就对西门讲了一句话，他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然后要叫他下网打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大家对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受？各位知道耶稣肉身的父亲叫做约瑟，对不对？约瑟是做什么的，知道吗？木匠，对不对？好，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耶稣也被称为木匠的儿子，请问他懂得打鱼吗？不懂，对不对？他不是渔夫啊。里面最懂的人是谁？就是彼得、西门彼得，还有安德烈，他们雅各、约翰这些人，他们都是打鱼的。你叫一个不熟这个行业、不熟这个内容、不熟这个东西的人去指导他，这对一个打鱼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羞辱。各位，如果你是一个打鱼的人，你可能会觉得，今天这个做木匠的，突然间变成老师的这个人，居然要教我怎么打鱼。可是你看西门他的回应并不是这样。当时他们的犹太人对拉比的一个尊重是很尊重的，
虽然可能老师的要求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合理，但是他们通常都会接受老师的建议，都会接受拉比的建议。所以他也跟耶稣讲了，他说：“这个我们整夜这个打鱼，并没有打到什么，但是因为你的话，我就去下了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论专业，可能你在某一个领域、某个地方是专业，但是有一天你突然需要被指导，或者是指导你的人可能并不是那个专业的，对你来说，也许这个是一个羞辱，或者是对你来说，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怎么教我做这个东西？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西门彼得的态度是，老师叫我做什么，拉比叫我做什么，我愿意去接受他的建议。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至少在这个事情上面，西门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他接受别人的建议跟谏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有没有接受别人的建议跟指导，或者是接受你的小组长，或是接受你的主日学老师，或是接受你的牧师，接受你的传道人的指导跟建议？或许他们不是在那个地方是专业的，但是他们所说的话，你能不能够去接受跟领受这样的一个教导跟指导？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认为我是专业的，我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我不需要接受别人的指导。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在原来的意思是指谦卑的人，或者原来的意思叫做心里贫穷的人。西门虽然是一个渔夫，但是他那时候他做了一件决定，就是他决定接受耶稣的建议。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如果西门彼得没有对耶稣有一些信任的话，通常你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会告诉你的老师说：“对不起，你不是这个专业，只有我才是专业的。”所以西门彼得要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在自己的工作跟职场上有这些的专业，或是有这些的能力或背景。上帝呼召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被呼召来做医生的，有些人被呼召做护士，有些人被呼召做老师，有些人被呼召做工人，有些人被呼召做商人，有些人被呼召做每一种不同的工作，或是成为公务员。赚钱养家这个是必须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赚钱养家有什么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是好像认为说当传道人或者是当老师当这个指导者才是比较在位置上比较高阶的，或是比较高尚的，或者是比较高的位置。其实并没有，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里面被呼召去做某一些的工作，所以你的工作其实就是你的呼召。上帝透过你的工作来祝福你跟你的家庭，还有祝福你身边的人。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个事情，是赚钱养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目标是，我的工作不是只有赚钱养家，而是要在我的工作当中能够服侍上帝，能够服侍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工作有没有让你有机会，有更好的机会去服侍上帝，去服侍人？很多时候我们只常常想到说，我需要去赚这个钱，去养活我的家庭。但是我的工作能不能够因为透过我的工作而对人有益处、有帮助？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去了解的。很多时候，为什么你需要认真在那个工作上？因为人要从你的身上得到祝福、得到帮助。各位，一个认真的公车司机，即使他是当司机，为什么他需要认真在他的工作上？因为整部车里面30-40个人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上。以前我记得我的弟弟，他是教这个汽车的教练，然后他常常讲一个事情，他说为什么要谨慎？因为我的工作是所有的人的生命都在我的手上，这车上里面这4个人的生命都在我的手上，所以我要小心，要谨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工作态度是不是让你会觉得我要小心跟谨慎？因为有很多事情是很多人的生命掌握在我的手中。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做食品工作的人，你会不会想到今天人家吃了我的东西，很多人的生命是在我的手上？当你今天做这些叫做水电工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想到说有很多人的生命在我的手上？
今天你只要有一个线配错了，或是你今天只要有一个东西是这个线路不对了，有可能它就引发很多的问题跟事情。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上帝要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的生命生活是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站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你的所作所为都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其实我们可能都影响了很多人。台中早上我才刚看到的一个新闻，台中有一个地方不晓得是在哪里，是卖东西卖吃的东西，刚好在炸那个排骨酥的时候火就烧掉了，结果把那个市场整个烧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我只是炸排骨酥而已，那个炸排骨酥有可能你影响了很多的人。所以你的赚钱有没有让你看到，除了赚钱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是，有很多人的生命掌握在我的手中，有很多人的生命他都在跟我是有关系的。所以赚钱是必须的，但是也需要了解一个事情，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事情，在服侍人跟服侍上帝的当中，我的工作能不能够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当西门愿意顺服耶稣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对一个做渔夫的人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刺激，因为这不是他的专业，可是今天他居然教我做这个，但是当我愿意去做的时候，我居然得到这么大的收获。各位如果看那个鱼的量、渔获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个得到的是很多的。当然，如果我们有机会再去看其他的福音书，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里面也提到耶稣离开之后，这些的门徒又回去做打鱼的工作。当他们去打鱼的时候，他们后来在这个船上面听到有人说，你们把网下在某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后来意识到那是耶稣啊。如果上个礼拜各位有来做礼拜的时候，郑牧师有提到一个事情是，他说是主，约翰说这是主，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上次就有过这个经验，这一次也应该是同样的事情。耶稣在那里显现，让他们把渔网下在那个水深的地方，以至于他们网住了许多的鱼。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一切主权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上帝所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想象跟期待的。昨天我跟师母去探访一个姐妹，她的母亲就是因为身体有一些状况，必须要手术跟开刀。然后很不巧的，因为刚好送进医院的时候，是这个老妈妈正在这个过年前几天的时候，那很多医生都已经要出去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过，就是可能妈妈没有办法在家里面过年了。所以他说他从那里学到一个顺服的功课，就是当他已经决定把他的妈妈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他说上帝居然做了奇妙的事情。然后他也从这里学到一个新的功课，就是不管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合理，但是我都相信，当我顺服的时候，我必然就蒙福了。这个姐妹她在见证当中，她就提到一个事情，她说原本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医生都回去过节了，没有人要去开这个刀，可能她的妈妈必须要在医院里面过年，然后等过完年之后才能开刀的。结果没有想到，医生居然在7点多的时候又回到医院里面来，然后就跟护士讲说他要开最后一场刀，结果就把这个老妈妈给开了之后，让她能够顺利的在除夕前一天就能够回到家里面过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所想的跟事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 match 在一起。我们常常讲计划赶不上变化，有时候很多的计划我们所想的不一定能够照着我们所想的，但是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握的当中。对这个姐妹来说，她可能已经决定了，没关系，就是过年之后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她把她的妈妈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不一定是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的时候讲顺服，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困难的时候，我也顺服上帝的带领？无论上帝的带领是往哪边去，我都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手中。这个姐妹她说，以前她的顺服是挑着顺服，或者是叫做选择性的顺服，但是她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完完全全的交在上帝的手中。即使这个事情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也仍然相信上帝必然有带领。所以这些打鱼的人，他们听了一个木匠的话，居然把网下了，然后抓到这些鱼。鱼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的地方，一起来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船已经快要沉下去，因为装了太多的鱼，渔获多到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去承担，他们必须要再去找其他的同伴，才能够来撑住，要不然的话，鱼可能就会多到把船都要沉下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合理的事情常常会发生，但是常常都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却都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当彼得看到他顺服之后，他顺服老师的话之后，他所得到的超过他的想象跟期待。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满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好了，我当一个好的渔夫，我能够得到很好的渔获，这就够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彼得、西门他有一个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8节，我们一起念来。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西门他在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不是说：“哇，天哪，这个上帝给我刮到这个刮刮乐中了200万，中了400万，中了这么多钱，太好了，我就把这些钱用完吧。”没有，他看到了这样的那个内容的时候，他看到他抓鱼本来是抓不到的，居然抓到的时候，他意识到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应该是有上帝同在的人。所以他做了一个信仰的宣告，在第8节地方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通常在古代里面称呼主啊，只有对上帝才有这样的称呼。所以彼得当他这样称呼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至少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西门彼得是一个坏人，他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坏，他只是不过是一个比较粗俗的渔夫，但是他并没有在道德品格上有什么样的瑕疵，所以不是说他有什么样的道德上的问题，他去抢人家的东西，或者是去杀害人家，没有。但是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意识到他自己需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他说：“我不配站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格外的恩典？各位知道，在耶稣的讲道当中，曾经有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2个人去到圣殿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我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然后我都奉献1/10，然后我都照顾弱小，我都照顾贫穷的人，我都做很多好事情。”但是另外那个来祷告的税吏，他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主啊，开恩赦免我这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上帝会听谁的祷告？他听的是那个税吏的祷告。当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谦卑在上帝面前，才能够接受上帝的话。如果我们常常是觉得我自己很好，我很不错，我很完美，我们就接受不了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西门彼得他接受了耶稣，是因为他认识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认识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能够认识到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
约翰卫斯理曾经有这样的话，他说：“上帝永远不会抛弃任何人，除非人离开上帝。”所以，虽然西门彼得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也许不配跟上帝来这样的接近，但是上帝从来没有离弃任何的人，包括罪人都是，除了不愿意认识上帝的人。所以，上帝永远不会抛弃任何人，除非是这个人先抛弃了上帝。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上帝会抛弃你，上帝永远不会抛弃任何人，只有人会去远离上帝，或是不要让上帝参与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谦卑信靠跟仰望上帝，不是只有相信自己而已。很多人认为说，我信仰上面很好，我没有道德上的品格的瑕疵。对西门来说，他也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样去犯错，他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去让他可以被指责是一个罪人。然而他在圣洁的主面前，谦卑地意识到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罪人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清楚知道，我跟上帝是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对比。我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的忏悔，因为我知道我并不配站在这个圣洁的主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谦卑的信靠和仰望基督，不是只是相信自己而已。很多人认为说，我自己可以做得到，我做得很好，反而他越来越远离了上帝。唯有相信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你跟上帝的关系才会越来越亲密。好，所以第10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改变，这个认识耶稣的过程，让彼得有了新的改变。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西门彼得以前是打鱼的，以前是抓鱼的，但是耶稣说：“不要怕，现在你还要开始要去得人了。你的工作变成是要去抓人了，要去得人了。”对他来讲，对西门来讲，这是一个离开舒适圈的一个状态。他的舒适圈就是打鱼是我的专业，打鱼是我的工作，打鱼是我所喜欢的。然而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在这个专业的当中，对西门来说，他是一个最熟悉不过的。但是耶稣说：“不要怕，你要去得人了。你的工作不是只有满足你自己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你要得着的是要满足上帝的需要。上帝要我们能够在工作上，在生活当中去得人，能够使人得帮助。但是千万不要误会说，上帝呼召每一个人都去当传道人，不是。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被呼召当传道人，但是我们可以被呼召成为传道的人。所以听得懂那个意思吗？我们不是被呼召做传道人，但是你要呼召成为传道的人。你的工作让你可以成为传道的人。即使你今天是一个水电工，你也可以成为传道的人。即使你今天只是一个在做拉电话线的这个电信局的员工，你也是一个传道的人。我们有一个弟兄以前在电信局工作上班，他的资历其实很深了，他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电信局的员工。他可以在办公室里面拿着印章盖章，但是他跟他的主管说：“不要把我派在办公室里面，我要一生都要当那个接线的，或是接电话线路，或是去服务人的。”我就问这个弟兄说：“为什么你会这样选择？”很多人都希望要 promote， 要希望自己能够提升到去当这个主管的角色，去盖印章。我们这个弟兄他的回答很妙，他说：“我喜欢接触人，我想要接触人，所以我想要在我的工作上跟人有谈话、有接触，我不希望只有去盖那个印章而已。”所以他说他希望他的工作是可以跟人有关系的，透过这样让他可以跟人接触，以至于有机会跟人传福音、做见证。所以这是他的选择，他可以有机会提升他自己去做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却选择我要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约翰还有西门，他们也都是本来是抓鱼的，但是耶稣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状态。从前你是抓鱼的，但是现在你要成为得人的渔夫，你要成为得人的人，而不是再去抓鱼了。不是只有为你的生活，而是你要能够跟人接触，要能够跟人有这样的一个连结了。
耶稣呼召我们，不是只有要我们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耶稣也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生命里。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成为得人的渔夫。”不是只有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是耶稣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生命里面，跟他一起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着每一天都在跟耶稣一起同工。耶稣怎么活，我们就怎么活；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样行，我们就怎么样来行。耶稣呼召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来荣耀他，透过我们的工作使人来得益处，来得帮助。所以11节的地方，他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们把船都靠了岸。1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1节，我们一起念来。他们就把2只船拢了岸，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有一天上帝也会呼召你成为这样的角色。你也许需要去改变你的工作，也许你需要去改变你的一些的状态，也许你要从为自己谋生谋划生活的这样的状态，变成是为主而活的人，变成是来荣耀上帝的人。你要为什么而活，这是你的选择跟决定。但是要记得一个事情是，不论我们是要在工作上荣耀上帝，或是全职被上帝来呼召成为传道人，我们都被呼召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永远不会变的。工作会改变，我们的工作会不一样，以后每一个人的工作也许会有转变，会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被呼召成为传道的人。请记得，我们要成为传道的人，不是只有传道人才传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传道的人，都能够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去传递上帝的福音给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怎么样运用时间跟金钱，已经在看到我们是不是真的爱耶稣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讲台上面，或者是在我们的敬拜的地方、职场上面，或是在礼拜堂里面小组分享的当中，我们常常会说我爱耶稣，我爱耶稣。你的时间跟精神体力是否为耶稣而活？你是否为耶稣而行？你是否为了耶稣的缘故而愿意献上这一切？还是虽然嘴巴里面讲，但是其实我还是过我自己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西门彼得原来是过自己的生活的，但是当他打鱼打到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不行了。但是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让他认为说他的工作就到尽头，其实让他的工作更丰富。耶稣让西门彼得更丰富的时候，西门彼得反而从那里看到这是神在带领他的工作，所以他改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认为说我是走投无路了，好像我工作做不好做不顺利，所以我才来服侍上帝。不是这样。在你人生当中最精华的时候，在你人生当中最灿烂最好的时候，请你记得，你要能够用你的生命来服侍上帝，用你最好的生命来服侍上帝，而不是把你次好的，或者是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来服侍上帝的。所以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召门徒，然后耶稣给他们第一个功课，就是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跟随耶稣就是每一天要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耶稣怎么说就怎么说，耶稣怎么做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行就怎么行。所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重心不再是关心我要吃什么喝什么，而是要关心的是我怎么样去对人有益处有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的改变从自己转到别人的身上去的时候，那么你就是在跟随耶稣了。耶稣的生命是为需要的人，为人的需要来活着。耶稣说什么？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去服侍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服侍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能够为了别人的缘故，为了帮助人的缘故，为了得人的缘故，那么你就是在跟随耶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学习如何为耶稣而活。你的时间、精神，你的所有的一切都为耶稣而活。所以曾经有年轻人问牧师说，牧师，11奉献很困难，因为11奉献我要把我的这个生活的1/10奉献给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里面叫做11奉献，对不对？各位知道新约里面要求的是什么，知道吗？全然的献上。
你要全部为主而活。所以你觉得11奉献比较容易，还是全部比较容易？所以如果你连11都不愿意的话，恐怕你也没有办法全然为主而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主而活不是只有你哪一件事情礼拜天才为主而活，你的每一天都为主而活，全人都为主而活。我的所有的花费都是为了主而花费的，我所有的金钱的使用都是考虑到为主得人的缘故，我的生活的一切都是为了得人的缘故。这才是我们现在需要去生活的状态，而不是某一些东西为了主，其他的就是为了自己。愿上帝帮助我们为主得人，我的任何一切都思想的是如何为主能够使人得帮助，这才是我们现在需要去看到的。所以上帝常常用一些不完美的人来做一些完美的工作。上帝用渔夫来成为他的门徒，上帝没有马上就拣选了保罗，或是类似像这些有学问的人。上帝使用一些不完美的人，好让人看到他完美的工作行在人的身上。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功课。第一个，跟随耶稣，请我们要学习要做一件事情，要离开你的舒适圈。请你从那个万恶的沙发，请你从那个万恶的遥控器里面离开来，好吗？所以离开那些地方，然后进到一些你觉得不太舒适的地方。各位，我不晓得我们一天当中你花多少时间在读经祷告上面。也许对读经祷告来说，你必须要正襟危坐，也许你必须要有很多的时间要分出来，也许你有很多的一些的时间你需要把它分别出来，那个是单纯跟上帝在一起的时间，很痛苦。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时候，但是如果你能够离开你的舒适圈，从你的沙发上转到你的课桌椅上，然后翻开你的圣经来读圣经，那么你就离开了你的舒适圈。亲爱的弟兄姐妹，看电视比较容易轻松，但是要看上帝的话有时候很困难的。求上帝帮助，有很多东西都必须要去付上代价的。你花多少时间在上帝面前，也看到你有多少的时间你会用在这个生活上面，与主亲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很多时间远离上帝，但是需要的时候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赶快来帮助我？愿上帝帮助我们跟随耶稣，请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了。所以如果你不离开你的舒适圈，你很难在信仰上面会有一些的突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今天上帝要你去爱一个你不是很喜欢的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同事，这个同事我每天看到他就讨厌的。但是当上帝要呼召你去对这个人好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突破这样的一个限制？你愿不愿意突破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本来不太喜欢这个人的，但是我要渐渐的去接纳跟欣赏这个人，而不是马上的好像就认为说他跟我是永远不会有交集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马上就判断这样，但是上帝要我们去突破那个舒适圈，我们所习惯的环境也许需要改变，需要做一些的调整。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变成娇生惯养的基督徒。各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种在温室里面？因为温室是比较不会被雨打风吹，或是比较不会受到伤害的。但是也因为这些东西太娇贵了，所以它不适合生长在野外的地方，或是在一般的地方，它必须要被保护的好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礼拜堂好像变成我们的保护圈，我们出去了礼拜堂变成没有战斗力了，然后到礼拜堂里面的时候，哇，大家生命力非常的蓬勃发展，哇，每个人都很喜欢抢一些服侍的位置。但是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去服侍人的时候，不要找我，不要找我。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习惯在舒适圈里面，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舒适圈的状态。第二个，跟随耶稣就要信而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只有信，而是要能够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你的行为要改变，你的态度要改变。所以很多人不是不信福音，他不信的是你所讲的，因为看不到你的里面有福音在你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希望别人能够去看到你所讲的是真实的，那么请让福音真的在你的里面活出来，显出上帝的荣耀。以前在921地震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教会叫大理卫理堂，那边以前有一个牧师叫做张以诺牧师。
当921地震的时候，很多人在分这个物资的时候，他们甚至连村里长他们都不信任。最后居然有人提议说：“我们到教会去找牧师来分，因为牧师分的一定很公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让你身边的人发现你是一个很公平的人？你做任何的事情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跟利益的。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人就看到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别人不信任这些的村里长，但是他们信任教会里的牧师，他们信任教会里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信任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是公正的，他们是诚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说的跟你所行的是不是一样的？这个需要去了解跟反省的。所以传福音要传2件事情，悔改跟相信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但是你有没有去改变你的态度？你有没有去改变你的行为？悔就是改变你的态度，你的态度需要改变，你的行为也需要改变。改就是改变你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跟悔改是连在一起的。千万不要觉得信耶稣我信耶稣了，但是我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那就不是真实的信。所以真实的信是要跟悔改在一起的。所以求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愿意被主来改变。第3个，愿意改变生命的人就要预备要去服侍人了。当西门彼得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要从他的渔夫的身份变成传道人的身份，他要从他的这样的一个为自己生活的部分转变成是为主而活了。所以跟随耶稣就要预备去服侍人。所以得人的意思也就是你要为人而活，你要为这些服务人而活。所以去服侍人，过去你可能会觉得那个是一个苦差事，是觉得一个很苦的事情，但是为主而活的人就要预备好，这个苦差事就是要去承担的，就是要去面对的，因为你将要去为这些人而活，效法我们的主的样式，为主而活，能够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服侍人。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就要预备好自己，你可能要去服侍人，而这些事情有可能是你以前是不喜欢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个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不是位置，不是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大的，只有服侍人的才是大的。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跟随耶稣要准备去服侍人的。所以人生当中最大的喜乐是认识耶稣，然后第2大的喜乐是使人认识耶稣。愿上帝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你人生中最大的事情，然而让人认识耶稣也是神呼召我们的这样的工作，让我们除了在工作之外，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来使人来认识耶稣。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一起念来。我们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你人生中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工作很重要，你的生活很重要，但是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诸般的智慧，要使我们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诸般的恩赐、能力、教导还有劝诫的这样的恩赐，这些都是要让我们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如果有给你这些恩赐跟能力的话，请记得上帝要我们把人带到他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或是带到别的地方去。上帝要我们把这些人带到他的面前来。愿上帝祝福我们，当我们拥有这些智慧跟能力恩赐的时候，让我们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最后期待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由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人看见，使人看见我们里面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所以各位在上个礼拜如果听到郑宪章牧师分享的时候，他最常讲的一个话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基督在里面活，怎么样让人看见？透过我们的生活、行为、行动，让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就是让耶稣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显出来。愿上帝帮助我们，特别在新的一年当中，愿上帝更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过新的生活、新的生命。
为主而活，每一天为主而活，这是我们期待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离开你的舒适圈，进到一个也许你不太熟悉、不太习惯的地方，但是那个改变将会带来很大的不一样。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要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经历一些新的事情。也许我们有一些新的事要去做，有一些新的事情要去处理，有一些新的人我们要去接触。但是恩待我们，让我们无论要接触新的人、新的事、新的物，都让我们能够看到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来活出基督的样式，使人看见，把荣耀归给上帝。使人看顾我们，让我们无论对人事物，我们都能够为主而活，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彰显神的荣耀。生命的改变需要主你的改变，愿你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在基督里，基督也常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最后我要补充一个事情，今天我们没有圣餐，但是在卫理公会有一个比较古老的方式，叫做灵领圣餐，灵里面领圣餐。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领圣餐，我们期待各位弟兄姐妹在灵里面把耶稣的身体跟宝血吃进你的心里面，好让你也同样可以领受这个圣餐在你的心里面。所以灵里面领圣餐，即使不是实体的，但是仍然能够把耶稣的话、耶稣的生命放在你的心里。愿上帝帮助我们。谢谢牧师。金句在路加福音5章11节，我们一同来背诵2次，请。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5章11节，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5章11节。回应诗歌与主合一，我们翻开心灵2日选300首，一同来唱。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灵杯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摸着你，主亲自地着美，我是个这灵杯，与主合一。我与主同的事，不再受罪辖制，像罪我难一丝，却向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我主耶稣自己，荣耀主名。请丝线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同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上帝，我们将所得的一部分献上，用于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同起立。有第一次来教会的新朋友吗？好，那我们一同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第二遍的时候，一同起立拱手问安。坐。今日为显现节后第5主日，欢迎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于你。教会依卫福部2级规定防疫标准，主堂将限制座位人数，请依招待同工指示就座。请会众遵循教会的防疫规定，严格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然后室内不得饮食。按教会年历2022年为路加年，今年的年度主题将定为为爱走出去。请为本堂能够成为爱行动的教会来祷告。本周2月6号为春节后第1个主日。因疫情影响，2月份圣餐礼拜将暂停一次。本周2月8号到2月9号，牧师将与教会义工小组前往善平举行退休会，请弟兄姐妹为牧职及义工同工出入平安祷告。教会办公室同工于春节后2月5号已经恢复事工了。
本周六2月12上午10点，在本堂召开59届会友领袖暨牧职座谈会，请为会议进行顺利的祷告。下周日2月13中午11点半，在201教室召开小组长训练会，然后12点到1点20召开2月份的小组长会议，1点半召开2月执事会议，请同工预备心参加。卫理公会总会将于2月18召开年议会选举会督及各事工委员会出席，请为总会年议会顺利完成选举工作，能选出合适的服侍教会祷告。至上周1月30募款已截止了，感谢弟兄姐妹为6楼设备奉献。教会于2022年的爱读经计划，请为参加的会友领命灵修生命而增长来祷告。牧师安排2022年3月7号到3月9号至马祖探宣，由赵少文弟兄担任领队，请为探宣队前往探宣各事项来祷告。卫理神学研究院2月25星期五举办新学期的神学导论课程，有意愿参加者2月18前请至办公室报名。请关心神学教育，并为本堂延伸神学教育祷告。为2022年教会聚会人数能够增长至210人来祷告。那肢体消息的部分，我们请自行参阅。我们会后在订阅中可以为他们身体不适来祷告。牧师。今天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新春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可以在这边一起来做礼拜。那今天也是我们的新任的这个崇拜执事第一次的这个司会。那感谢上帝，让我们的年轻人愿意能够上来做这些的服事，我们向主献上感恩。那我们也期待这一年当中，我们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参与侍奉跟服事不单是我们在台上的服事，我们在台下的服事更加的重要。很多也许在台下的侍奉是别人看不到的，但是更多需要弟兄姐妹来参与这些的侍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特别的感动，你愿意能够在这一年当中能够有一些的突破，愿意有一些的生命的成长，愿意能够来服侍人的，那么请跟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名，让我们的干事能够做好的分配跟安排不管你是要做招待的侍奉，或者是愿意能够承担司会的角色，或者是做各样的服事都能够跟我们的办公室这边来做一些的报告或者是申请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安排你来服事。那当然我们常常讲说很多这个高手在民间所以我们也期待如果弟兄姐妹当中你有特别的这些的才艺或是专长，能够愿意为主所使用，也欢迎你能够来告诉我们的办公室，让我们的干事能够做好的规划跟安排。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原本期待2月8号、9号要去这个善平的退休会，还有我们的3月的7号到9号要去马祖的探宣。那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们的计划当中，但是牧师上讲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我们也有可能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可能会取消，或者是说有可能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台湾的疫情来线上祷告，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的过去，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事工都能够顺利的进行，而不是有这些的中断。那另外我们下个礼拜的小组长训练也是一个重要的课程的上课。那我们期待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小组长来上课，你愿意能够了解小组是什么，
或者是了解小组长在做些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他们的服事的内容是什么，也都欢迎你来上课来参加。教会的小组长训练不是只有给小组长，是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参与的。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能够在你的小组里面也能够参与有份的话，欢迎你能够参与小组的小组长训练。那小组长训练不是你训练完了马上要去当小组长，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也期待将来有一天时间到的时候，也不要去拒绝。如果上帝有一天让你在你的职场上，或是在教会里面，或是在任何地方能够担任小组长的角色，那么也不要拒绝上帝的呼召，让上帝使用你在人需要的地方，使人得帮助、得祝福。所以我们也期待为我们的探宣，还有为我们的退休会祷告。那特别我们的探宣，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关心了哈，因为这是给外岛的教会一个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们的机会。那上个礼拜郑宪章牧师从北竿回来，那他们有提到有关北竿的一些的服事跟侍奉。那我们期待，我们也关心我们卫理公会在偏乡，在外岛的地方也有教会在那里服事。我们生活得很舒适，但是他们在外岛在偏乡很辛苦，所以我们期待也为这些的偏乡跟外岛的教会来关心祷告。以上，谢谢。我们请会众站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新春的当中，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聚会。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把我们这一年最美好的时刻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领受上帝祝福的新恩典，满满的丰富，要在我们的家庭、工作、生活当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点乐。我们在殿乐中可以为肢体消息来做祷告。